过来带大家看国内的新闻。台中的大理区伫咧下晡的时阵发生气爆回收的意外，警消接到通报，随着赶紧出动来救灾，拢总是有8个人受伤，其中有6个人是送病院，另外有2个人因为伤势较紧是无愿意就医。也若根据警消初步的判断，是天然气公司施工的时阵无注意才引起的意外，毋过详细的原因要搁进一步来调查。施工的公道熊熊庆祝大火，所来爆炸声真大声，工人赶紧四界走，唔敢搁挖滚。附近的住户也赶紧出来看卖关心。砰一声足大声安尼啊！有高人受伤？啊，会拢有啊，三四个啊，系啊。有会啊？有啊。二日下晡，台中大理区东南路148巷的巷仔口大路正伫进行天然气管线施工，熊熊引发气爆，造成施工人员受伤，其中6个人送病院，2个人伤势较轻，无愿意去病院。我看到时候就有火了，我拿灭火器啊。衣服整个都烧破了。哦，这么严重？是。哦。伤势还蛮严重的。受伤的工人3个拢烧破气啊，手甲面1级到2级烧烫伤。警消到现场时，迄已经由现场施工人员拍摄啦。初步研判是施工无顺利。现场应该是天然管线移植作业，那在移植的过程中，疑似填塞没有很完整，造成泄漏，遇有高温引燃这个气爆的现象。防火线围起来，管制出力，消防叫人车继续伫现场来警戒。警方也伫周边进行交通的引导，避免搁再发生事故。也若详细事故原因，会进一步来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